来看即马有真侪汉药商的第二代，用伊创新的方法来推销汉药，要互民众了解讲汉药哦，唔拿通治病、调身体，可以当用来煮食，用伫生活中哦。这两天伫台北大稻埕都有办中药本草文化节，内底是真侪汉药的创新用法，咱嘛做回来了解。出来甲药材研做药粉，体验古早时代的汉药粉是安怎做的。斟足甲汉药粉滴入去塑胶球内底，滴做圆。洗身躯的时，等落去液池，用汉药来洗身躯。有红花，有挂筋，有丹参，阮就是加一寡较舒筋活血的，舒筋活血的药啊，互伊让大家民众来泡这身躯，会让舒缓疲劳安尼。这是卫福部委托中药工会办理的中药本草文化节。有侪市集大头会当互民众体验亲像液池球这款汉药创新的用法，拍破酒老一辈才会用汉药的刻板印象。中药过去都给人一个比较保守传统的一个观念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有很多年轻的第二代、第三代非常的有创意哦，不再是过去都是中药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在使用的。我们这里面的中医药这个药品的诊疗之外，那同时呢，也对于我们不管这里面的我们的养生、我们的调理等等的这些的健康的照顾，都扮演了非常的角色。卫福部处长周志豪也讲，汉药甲民众的日常生活真搭配，除了治病调养身体，侪汉药材也会入菜，做做生活用品。这个中药本草文化节11月初2、初3伫台北举办，12月会前往高雄。卫福部希望这趟推广汉药的文化，让民众了解汉药通安怎融入生活，促进健康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